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新北市的新店，一間連鎖的便當店合作清綠食堂，發生着食物中毒的事件。工廠就接到病院的通報，至少有37個人佇個公所分店食飽了後，胃腸無爽快。中興分店嘛有7個人無爽快，目前有3間的分店先暫停營業。香港的腿骨肉、講甲皮肉、Q 底過心，清綠食堂名飯店透早就開始佇咧傳了，只是好食飯菜也袂赴賣，店家就決定先關店。另外一間中興路的分店，同款也未開業，鐵門就拖出來。根據新北市衛生局公布，清綠食堂的食物中毒案，先增加7位受害民眾，就是來自中興店。那呢，原本表示安問題的公所店，影響的人數嘛增加到37個人去到病院。那因公所店就醫的人數已達暫停作業的標準，故本局命公所店暫停作業，並將稽查中興店以釐清案情。那針對於公所店現場環境缺失，本局已命業者限期改正，若屆期仍未改善完成，可依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項的規定，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。清綠食堂透過官方網站來回釋咧，對人客食甲人無爽快，閣一擺回唔是。各分店已經配合衛生調查，嘛暫停營業，進行環境變掃消毒和內部檢討，嘛來調查實際原因。吃就沒吃完，我吃2口，我整個都沒吃了。水瀉很多次，然後發燒，然後胃痛，然後腸子就是下腹部痛這樣。我是吃那個腿庫飯嘛，它其實有一些醬汁在上面，所以。沒有很明顯的覺得味道有點異常。雖然店家強調每一間分店並不是同一間中央廚房咧處，只是即馬除了公所店、中興店嘛出代誌，因為出問題和防止食安問題閣一擺發生，將做店家的首要課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